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密西西比州的牛津，一定要去菲利普斯杂货店看看，一个温暖、让人难忘的小宝地。菲利普斯杂货店位于历史悠久的牛津广场以南几分钟的地方，几代人以来一直欢迎当地居民和游客。它是那种很容易错过的地方，但非常值得去找一找。新鲜的汉堡，现点现做，多年来使这个地方成为当地人的最爱，价格也很实惠，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总是回头光顾。我点了芝士汉堡配手切薯条，老实说，完全没让人失望。汉堡多汁，薯条新鲜，所有东西吃起来都有自制的感觉。如果你途经牛津，不妨花几分钟停下来看看。有时候最棒的餐食并不在最大的餐馆，而是在像这样的安静前廊上找到的。